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替补球员鲍尔 Norman Powell 攻20分，伊巴卡 Serge Ibaka 一助16分与8篮板，助暴龙以112-103击败公牛。台裔球星林书豪上场近20分钟拿2分。在连吞2败后，这场胜利让暴龙免于落入连输3场主场比赛的窘境。林书豪今天全场打了近20分钟，前3节打了8分钟左右未得分，直到末节剩下4分57秒时再次替补上阵，之后靠着切入上篮得到2分，此一投9中1。雷纳德、Kawhi Leonard 与劳瑞、Kyle Lowry 各贡献14分，西亚看 Pascal Siakam 得到13分，阿努诺比 OG Anunoby 一助10分。塞尔登 Wayne Selden 替芝加哥公牛攻下20分，哈里森 Shaquille Harrison 一助15分，雅契迪亚克诺 Ryan Arcidiacono 得到13分，布雷克尼 Antonio Blakeney 贡献11分，马卡南 Lauri Markkanen 罗培兹 Robin Lopez 与辛普森 Brandon Sampson 各得10分。暴龙在第3节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之后是以13分优势进入第4节。